为什么它能长在这儿呢？看这地下啊，腐烂的芦苇基质为蘑菇提供了生长的可能。那附近也不是寸草不生的，这还长着梭梭呀、红柳啊什么的，说明这儿也没有特别干旱。土里呢还是有一点潮气儿，但是还有一个缺点，这儿的土里盐碱性很大。如果是一般的蘑菇长在这儿，很快就被腌成蘑菇干了。不过这种蘑菇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恶劣环境，它的细胞里边积聚了很多糖类这样的小分子物质，让自己的细胞的渗透压与外界平衡，这样自己的水分就不会被淹出去了。另外呢，丰富的氨基酸之类的物质的累积，又让它产生了独特的风味，更好吃了。所以这种蘑菇被科学家命名为中华美味蘑菇。虽然现在市面上还吃不到，只有荒漠里的老百姓才能吃到，但是现在新疆农科院已经在实验室里把它培育成功了，咱们就盼着吧。